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妈妈岗。什么叫妈妈岗？也就是有一种工作岗位比较适合当妈妈的，就是年轻的妈妈，她既可以上班，又可以带孩子。众所周知，很多女性一结婚一生孩子之后，就很难再找到工作，主要是因为有个孩子要照应。照应孩子啊，她跟没有生孩子就不一样，被孩子所牵挂。你比如说下午3点要去幼儿园接孩子，诸如此类的。所以有的就专门推出一个叫妈妈岗，这个岗位适合这样的人去做。前不久，中国湖北宣布在全省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后，这个为育儿期女性提供的灵活就业岗位再次成为舆论焦点，同时也引发不少质疑。这样的岗位真能减轻妈妈们的育儿与就业压力，还是换种方式加固了性别角色的边界？当然，这都是网上一直争议。湖北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省妇联5月28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、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，把妈妈岗推上热搜。不过，这并非湖北首创，此前上海、广东、四川、山东哈尔滨等地已经陆续试水，搭建起类似的就业平台。所谓的妈妈岗，就是刚才说的面向法定劳动年龄内需要抚养12岁以下子女的女性，岗位普遍工作时间更灵活，管理模式更弹性，方便妈妈们兼顾育儿与工作。长期以来，女性在家庭劳动分工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，不少全职妈妈常年围着孩子和厨房打转，一方面面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，另一方面也容易失去自我成长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。从这个官方角度看，妈妈岗既回应了妈妈们带娃难、就业难双重困境，又能促进女性再就业，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社会工程。但是网友并不买账，有很多网友认为妈妈岗看着体贴，背后问题却不少。岗位集中在低薪行业，保障不到位，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育儿是女性责任的老观念，也让人们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，巩固了这一份偏见。这份关怀恐怕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。现在网上有很多围绕妈妈岗的争议。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，在湖南、山东、广东等地公布的妈妈岗用人单位名录中，近1/3的劳岗位为家政和清洁工，其余也多集中在客服、缝纫等行业，也就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这种行业。这看似是给妈妈们提供就业机会，但其实天花板低，发展路径窄，难免让人质疑这是否反而在限制他们的职场可能性。当然了，也不少支持妈妈岗的，因为它主打弹性工作，可以让妈妈们兼顾工作和家庭。但现实往往不那么理想，所谓的弹性，很多时候得随时待命，企业不太可能特地安排一份强度低的工作，所以妈妈岗的工作压力并不亚于普通员工，待遇大打折扣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妈妈岗时薪只有常规岗位的65%到80%，部分地区时薪甚至只有11元，而且超过80%岗位不缴社保。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就算有些妈妈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，企业却未必愿意配合。一名企业管理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，如果一个财务岗位由全职妈妈担任，为了满足其弹性上班、休假等需求，企业往往还得额外配备人手填补空缺，用人成本反而上涨30%。在经济下行的当下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补贴，很多企业难有设立妈妈岗的动力，这项政策恐怕也将沦为一纸空谈。在一些人看来，争议最大的不是岗位内容，而是它的命名。妈妈岗3个字本身就让人感到不适。育儿不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吗？为什么只强调妈妈？为什么没有爸爸岗？这不只是语言问题，更是观念问题。用妈妈命名特定的就业岗位，容易让人误以为育儿是女性的责任。很多人担心这种安排表面是在帮妈妈，其实是在用一份工作把性别角色框架又收紧了一圈。这个说法好像也有道理，这就有点倾向于类似于职业歧视这种岗位歧视。实际上，在这个职场，女性的职场困境确实比男性要大，这个不可否认。事实上，妈妈岗所揭示的是一种在当前传统职场结构和观念下更
根深蒂固的女性就业困境。这个就像我们最近天天讲的《红楼梦》一样，《红楼梦》描写的那些奇女子，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，就是悲剧，它无力改变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你怎么折腾，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，都是悲剧。无论你多么优秀，无论你的出身高贵还是贫寒，无论你是多么高雅还是粗鄙，那都是悲剧。那现代女性其实一样，在当下文明程度和技术条件发展条件下，它存在着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上不一样，这是我们说大一点，这叫时代的悲哀，或者叫不足。这个应该大家要正视女性的就业困境。据财新网报道，智联招聘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61.1%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被问及婚育状况，而认为婚育影响职业发展的女性比例达46.9%，远远高于男性11%。在中国职场，询问女性婚育意向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。这种普遍存在的隐性歧视，让不少年轻女性担心，一旦结婚生子，就可能被边缘化，甚至被迫放弃职业发展，因此选择不生育。这个实际上只是公开的秘密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有的单位招聘的时候，他不问你结没结婚，或者他说结不结婚都可以，婚姻状况不影响，但实际上他暗中操作的那还是有影响。这就是现实，就摆在这儿。为什么？作为一个企业来说，他招了一个人过去之后，这企业可是花成本的，一个月给你发工资，他招聘也有成本。完了，你到那儿就怀孕，马上就开始要休假，天天要去检查，要请假。到了点儿是吧？到了日子到了，你还得休产假，哺乳期又要休假。你说这整个下来至少影响2年，你说哪个企业受得了？尤其是私人企业，就他肯定不希望招的一个人是这样的，这就是现实，没有办法。私人劳动法要求了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歧视。所以说他嘴上不说，但实际上他肯定一听说你可能要来了就要生孩子，那人家就会找个别的理由把你拒绝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不会以这个说你要生孩子就不录取你，他以别的理由拒绝你。有的女孩子到了一个企业，你说她毕业就24岁了，或者23岁，在一个企业干得不错，蒸蒸日上，干了3年，正要提拔，这时候她27、28要生孩子，如果她不生，也拖到30，那就变成什么大龄孕妇，这个似乎又不好。如果她生得好，正要提拔的时候，她回家生孩子去了，也就是这对女性的职业规划非常不好。等她生完孩子回来，这个岗位也没了，这个提拔也不可能，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。为了缓解这一局面，中国多地出台政策，明确要求企业不得向女性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。虽然不少网民对此表示支持，但也有人担忧这样的政策会让企业干脆不招女性。对，你既然这么规定，那我干脆我一看这简历是女的，我就不要了，找个理由拒绝。针对这种社会悖论，有网民一语道破：职场上要求女性不生孩子，社会又希望女性多生孩子，生完孩子后既要照顾家庭，又要挣钱养家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确实，这些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经济不够发达，制度不够完善，分配不够公平。讽刺的是，生育后的职场女性处境更为艰难。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2胎妈妈曾投出近100份简历，沟通1000余次，最终能选择的却只有前台、接线员、分拣员等低门槛岗位，与她的能力与经验完全不匹配。而这种困境并非个例。北京大学的研究团队202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，截至2020年年底，育有7岁以下的子女的女性失业风险比男性高出181%，工作时间减少18.6%，月收入低于36.8%。除了工作机会，薪资差距也同样明显。智联招聘2024年报告显示，女性平均收入比同龄男性低13%，且这一差距多年几乎从未改善。育儿后，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。2022年，职场妈妈平均月薪9315元，而职场爸爸则高达12534元，收入差距高达25.7%。就算就业环境不友好，许多妈妈还是渴望重返职场。根据中国全国妇女研究所的调查，82.7%的全职妈妈有再就业意愿，其中不少人希望回到正式单位，但现实是，由于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，再加上年龄限制，35岁以上的全职妈妈能再就业的机会普遍很少。也许对女性职场最友好的安排，不是
设岗，而是让他们在选择生育时不被推下岗位。正如上官新闻评论所言，职场妈妈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可以重返职场的重启键，更是一个可以安心育儿的暂停键。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，与其设立妈妈岗等特殊岗位，不如把所有岗位都进行适合妈妈的改造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更是直言，妈妈岗的设定本身就固化了传统的性别分工，默认母亲天然要承担更多育儿责任，是一种性别盲视。他还建议将其改名为亲子岗。说到底，网民的不满不是针对妈妈岗三个字本身，而是对背后那套默认女性必须为育儿让位的性别逻辑感到反感。一个带着性别前缀的岗位，看似为缓解女性就业困境，实则可能进一步加固传统性别观念的枷锁，无形中让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越走越窄。这个关于妈妈岗，我觉得重点不是在妈妈这两个字，过多的去抠这个字眼其实没有太大意义。我们主要看它能解决什么问题，能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它能解决问题，名字不好听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它解决不了问题，你给它换个好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很多人纠结在这个名字上面，实际上已经走偏了。我也不能说这个名字不重要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它能不能解决当下问题。我们的矛盾是什么？你设这个岗位的初衷是什么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？对吧？首先你是要提出问题，分析问题，你解决问题，你先把问题搞明白，完了提出解决方案。解决方案就有一个叫什么？是不是只有这一种办法才能解决？这种办法解决是不是效果最好？这种办法是不是当前能做的，阻力最小，成本最低？是这个路径。咱们总是讨论路线，当下只能采取这种路线，有很多更好的路线，但是我们落实不了，做不到，迫于这个现实环境。所以说我们发现问题，完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？反过来说，我用这个办法能不能解决刚才的问题？问题你抓住了，说对了，但是你这个路径不对，你要把人带到哪儿去？这个我们老说的山东专家加头老师，他们说的问题都是对的。现象现在穷的穷，富的富，很多人没有工作，农村什么样？农村空心化，农村学校没了，农村小孩得到镇上上学，到县城上学等等，这个现象都说的都是对的。他一说现象，大家就会产生共鸣，感觉他是嘴替自己说出来这些，他只是把现象说出来之后再进行一归纳，指出问题所在。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已经不明白了，因为这归纳本身就需要一些技巧或者一些能力，一些阅历，对吧？他把这一切都归纳为金融资本，事实上未必。就像有人把一切都归纳为一切都是美帝的错，他这已经开始偏向了。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那更是把你要往沟里带。最后开出来药方是要走集体，加强大头，大头越多越好。你说他这也是路线，得给你开个药方。但是讽刺的是，加藤老师一面高举要加强大头，一面自己千方百计的少给大头交钱，偷税漏税，完了之后把钱往美国运，就是他唱的口号和他做的完全是两件事，背道而驰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人卑鄙的原因。他一面喊着我们要搞大头，要加强，要走集体，你倒把钱也不让你多交，你就要按国家要求交，他都不，尽量少交，让你们多交，你们多交了他来管。所以搞这一套的人没有好人，处心积虑的，无非就是把大家的财产集中到他手上去。山东专家开的药方，就是年轻人，你到农村去，大家都在农村待着，我们建设农村，在农村投入更多的钱，我们不要到城里面去上了他们金融资本、产业资本的当，不就这一套吗？好像到了农村，大家在农村待着就没有金融资本，没有产业资本，没有产业资本，你农村怎么发展呢？我这举个例子，你看这些人特征，他分析问题，他说的问题表象，那大家都会产生共鸣，说对，但是他最后总结归纳就出问题了。完了之后开的药方子，那更是牛头不对马嘴，要把你往沟里带。所以我们就回到妈妈岗这个事情，他要解决的就是就业难，就业难就不用再多说了，内卷。各种难，这么多大学生1200万一毕业就失业，最后被逼只能去考公务员，考研也延迟毕业。考公务员就是想上岸，35岁无论男女，你基本上就要下岗了。你要说男性占点便宜，男性到了35岁他也找不到工作啊，不一个道理吗？所以说来说去，根本原因还是就业难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那女性的就业就更难。这本来就业容易的时候，女性就业比男的就稍微差一点。当然了，特殊岗位不一样，有的特殊岗位，比如前台，人家就要招小姑娘，就要招漂亮的，不招男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否认，就大体上肯定就业是女性比男性稍微差点。那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时候，就业更卷的时候，那女性就业就更难。那女性就业更难，那这种妈妈岗，就是那种生完孩子的，为孩子所牵绊的，那她就业就更难，她事多。就业难还体现在什么？我们待遇不高，工资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低。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大头交的太多，个人拿的太少，个人拿的太
太少，就反映在个人收入、个人工资都低。你说一个女性，她现在一个月4000块钱，她就被迫自己得带孩子，或者要不她爸带，一样收入很低。如果她一个月4万，她根本就不在乎，她就会请一个保姆专门给她带孩子，甚至她有可能把她父母接来，给她父母钱，让她父母帮她带孩子，她的工资轻轻松松养她父母。你看，说来说去都是钱的问题啊！如果大家的收入高、待遇高，那这些问题都能解决。搞什么妈妈岗啊？不需要的，你没必要下午3点回去接孩子啊，你不有人接吗？所以女性这种身份而造成的职业困惑就会降到最低。当然了，你怀孕、你生孩子，这恐怕还是要耽误时间，但是已经降到最低了。所以这个设妈妈岗本质上是就业难的一种体现。第二个，既要又要，现实逼的这些女性既要带孩子也要上班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你说她工资不高，4000块钱一个月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，带孩子。但是男的工资又不高，如果她老公一个月10万，那她根本就不用上班啊，养她绰绰有余。男的工资也就4000，说来说去还是收入低。那有人就说了，还有个人的职业规划、成就感、社会这个属性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必须有自己的事业，你要上班。我觉得这个观念值得商榷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人认为你生下来你必须要上班，牛马不干活，那怎么叫牛马？你是骡子是马，生下来就得拉磨，不拉磨，你的意义在哪里？他就忘了有一种马，野马，野马它生活它的意义在哪里？野马它用拉磨吗？牛马生下来就得干活，这是谁给你灌输的一个观念？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被洗脑了？人生下来就得干活，就得必须有那样意义，要为这个为那个添砖加瓦，这个是我们从小这种洗脑教育。这就好比咱们这个叫诛心之问：你工作是为了生活，还是说活着就是为了工作？你到底哪个重哪个轻？从社会发展来说，你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机器人，这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人不要干活，可以活得很好，这一定是我们的趋势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越活越累？我们现代人，我在想，我们现代人虽然物质上很丰富，大家吃得好，营养过剩，享受各种高科技，但是我们的压力恐怕比古人压力还要大。当然，一方面跟我们日益膨胀的这种欲望有关系，古人欲望恐怕也没那么多，所以最终又回到我们为什么活着？难道就是为了工作吗？就是为了干活吗？我觉得不是的，我们是迫于无奈，生活所迫，你缺钱，你活不好，这没有办法才去工作。马斯洛需求的层次，我觉得应该改一改。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完善这个保障体系，对吧？能够提供更好的福利，就类似于北欧那样的，我们把大头的钱少浪费一点，把社会保障做好，让每一个人独立的人老有所养，生病了有钱看。如果真的遇到困难失业，国家会给他发最低的生活保障。只有这种保障好了之后，无论男女，他的压力就会小很多。这个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去说我非为了生活必须要去工作。我觉得人性的特点大部分人不都差不多吗？少干活，甚至不干活，多拿工资，也就是活少钱多的工作。你往大厂去，对不对？你找那些什么央企、烟草公司，不都是符合这种特征吗？你所谓的好工作就是活少钱还多。从来没人说我找工作是为了找这个活非常多，压力大，但是钱不多。我们主要是寻找意义，我干这活有意义，不给钱我也去干，这种人很少。所以说来说去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要放下那种说我工作是为了证明我的意义，证明我的价值，证明我这活着为什么？所谓的职业规划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执念，而且这是一种从小教育洗脑的结果。这是统治阶级就给牛马洗脑，你生下来就得干活，不要想太多。曹县那个10几岁的女将军，她怎么生下来不用干活啊？她干什么活啊？她怎么生下来就有生杀大权，就叫一统天下，对吧？只有牛马们默认出厂设置就是你生下来就干活，真以为牛马们玩命的干活才有这个10几岁的女将军，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所以说来说去，人要随遇而安，找适合自己的这个事做，找适合自己的状态。你适合上班，你适合赚钱就赚，你不适合赚钱就别赚了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就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。有些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回家带孩子，即便她生活还可以，她时间长了她就会产生一种活着的意义，就这种问题，觉得自己人生没什么意义，就会产生这种无聊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社会发展它一个标志是什么？就这个社会为什么比清朝要好，比唐朝还要好？好在哪里？它这个标志是你有了选择的权利，就你可以选择不生孩子，你也可以选择生孩子，你可以选择不上班，你可以选择上班，你有了选择的权利，你也能活下去。这个就是标志社会文明。我选择我要努力成为马云那样的人，成为马斯克那样的人，
这也是你的选择，可以。你说我就要选择那种天天躺在那儿的混吃等死的三和大神也可以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就过那种生活，你也能活得下去。实际上这叫包容性，这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结果。什么样的选择，只要你不犯法，你都能活得下去，你有权利这么选。哎，这就是社会进步。社会进步不是说我们所有人想法都一样，都得努力成为马云、成为马斯克，或者成为马化腾那样的人，或者成为伟神那样的人，或者成为网红超市，对吧？有大爱的人，我们不用整齐划一的都像那样。你有选择成为网红超市有大爱，他也可以选择什么天天无所事事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，而不会因为你一个选择而活不下去。我选择努力，我也可以选择不努力。当然我们对选择的结果要承担。你选择努力了，你好了，那我选择不努力，我能容忍。我不会因为我选择不努力，我看别人好了，我心生嫉妒对社会不满，对吧？这都是你个人选择。那在过去没这个条件，你没得选择，你只有这么一条路走。你吃了山的没下顿，你要不努力你就饿死了，你就活不下去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还是一个是我们的社会条件，这经济发展还没到那一步；第二个，我们的社会保障还有问题；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分配不够公平。这个不够公平，主要是大头和小头的关系不够公平，这样导致我们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。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，那只能是越来越卷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是努力工作，去赚口粮、赚窝囊费、还按揭贷款，养活自己。大家所有的行为思想都趋同的时候，那不就是卷吗？你有不卷的权利吗？你没有。你说我不卷，那你就等着饿死，你就等着你房子被人收走，你就等着你生病没钱看。但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之后，那所谓的妈妈岗这些，你就显得有点多余了，那纯粹是没事找事。最后我再说一说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，好像在家生了几个孩子，他生完了多少个孩子之后，跑去还能当欧盟的主席，这不就是文明吗？这就叫进步。你也可以生那么多孩子，你可以不上班，你也可以选择上班，你还可以当欧盟的主席。难道欧盟的主席是妈妈岗？这个社会越文明、越发展、越进步、越公平，他就越能尊重个人的选择，个人也不用被社会绑架，遵从自己内心。当然了，这一切都是合法，在法律框架下，不妨碍别人。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调整思想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你活着其实不是为了工作，不是为了赚钱，工作赚钱只是手段，是目标是让自己过得好，让自己尽量按自己内心的想法去活着，而不是按这个别人的眼光、别人的眼里、按别人的标准去活着。但是我们现在99%的人都是被迫按照别人的标准活着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，所以你就累、卷、内耗，活不好。我给大家共勉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